年糕啊，花龙真无用，包装赶要上市。虽然讲虎头兰有真侪色水通好拣，也不过金黄色的比较较抢市。你看它有香味，而且它非常的亮，尤其是摆在家里的话，非常亮眼，客人非常喜欢。除了黄金玫瑰的虎头兰以外，这个红领菇因是头一年的新品种，传统的红色加上花期真长，消费者嘛真介意。客人对红色的还是比较台湾人嘛，还是对红色比较偏爱。然后这棵花的特色，它就是花也很大，然后它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吸引人。虎头兰代表吉祥甲福气，放伫厝内会使加添过年的气氛。市里乡长、农会理事长拢来斗推销。今年是我们这个虎年那虎年行大运之外呢，虎年也是我们虎头兰这个福气的开头的开始虎头兰除了喷火观赏以外，嘛真适合切花。今年产量比往年较好，花农拢真欢喜。